来看看这个中学生，他本来呀也是和雨生啊之间是给他做一个翻译啊，教他中文呢。没想到呢，结果这个人家说干脆你就来试一试，但他呢非常的低调，到这来就是无所谓。网友亲切的称他叫做被迫营业，渴望自由。不知道今天渴望下班的厉老师，是否也是因为太想下班而能打破他的学生、他的弟子雨生的记录？哎，目前来看他显得比较的轻松啊。哇，你看他也是大长腿啊，非常轻松的就度过了15千年和3连登陆啊，来到了我们勇士杀手前方有雷。厉老师一改往日湿发造型啊，今天是非常蓬松的厉老师。今天会不会看到他的湿发呢？哎，看见又往回，有点犹豫啊。没关系，赶紧，这次要出手。好的，好，赶紧，哇，哎，好的。这直接跳上这个台阶，我属实是没想到啊。哎，他的动作还很轻盈，而且互相之间还会借力。看来今天确实是休想落水了。他在这个无限循环当中，这个姿态摆得也非常的漂亮啊。你注意到没有？从开场到现在，他几乎面部没有什么太多的表情，就是很轻松，既没有太多的微笑，也没有太多的狰狞，当然更没有轻松得意。喂，4个字，小菜一碟。就这么一句话。说多了影响下班。哦。哎，哇，这一关当中呢，他是似乎手脚之间的配合有点不是那么流畅。啊，确实，好像没有跟大脑商量过，手是手，脚是脚。看上去他的体力不够了，怎么回事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能不能来救我呢？没问题，你相信我的摇人。好，现在来到了爱的魔力转圈圈。今天我想厉老师应该又能给大家贡献很多想赶紧下班的表情包了。非常帅气的 pose 啊，不愧是职业模特。表情管理方面来讲是相当不错的，目前来讲还真的是一张扑克脸，没有其他表情。它完全不影响我们厉老师的帅气。圆珠骑士。哟，他准备采取这种方法。好，接下来求求你了，来看看这每个球球对他来讲怎么样，能不能难倒这个中学生？厉老师的脸好像说：“我虽然累，但我不表现出来。”他大长腿，我估计他会采取这个一步一步直接跨。啊，哎呦，哇，出乎我预料。恰恰再求求你了，偏偏求求你了。我们所期待那个发型啊，似乎也没有看到。是的，今天没有看到立式油头和湿发的厉老师，我好失望啊！哎呦，本来以为都过关了。对呀，我们坐在这边已经等好了，冰箱都已经拿好了。阿莫老师这个都拿出来了，对呀，你对他这个怎么看法？
对我来说，那个最后的那个最简单吧。也是非常的遗憾，可惜了。哎，差一点。哇，身披战袍啊，大刀关羽，千里走单骑。那么对于高佑思来讲呢，今天大刀关羽这个扮相，哇，我觉得非常适合他。面对这个复杂的地形，穿的又是这样一个战袍，必须要谨慎小心。我现在开始期待我们关云长老师，这个胡须落水是什么样的效果了。哎。啊，他首先选择的掉落了一件装备。这个不是掉落的，它是进行美容，哎，用剃须刀把胡须刮得干干净净。大刀关羽现在已经没有胡须了哦，原来关云长是这样，一下从46变回了28。哎，前方有雷，哇哦，功夫相当了得。这个，哇，你看看啊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高佑思，哇，问题不大，韩老师，没有问题。然后接下来看一看啊，我们高佑思进入到无限循环，无限循环需要不少的技巧啊。在无限循环里，你如果不走起来，大刀关羽此时此刻胯下无马，没有赤兔马的关羽就这样吗？关羽在此，尔等受死！我！大刀关羽胯下无马，而他感觉是马上无人，人马合一了。啊，人马合一，哎，有如骑着一乘赤兔马一样，仍然是在展示千里走单骑。看尔乃插标卖首。好的，漂亮！哇，一个翻滚。过五关，斩六将，耶！过了5关，斩6将。接下来看你的了啊！我对高佑思老师还是非常期待的。他其实本身也是个运动达人啊。对。他擅长的足球，对啊。对，篮球、网球、手球，还有单板滑雪。单板滑雪。四肢力量也是非常足够。没有问题。没有问题。哎，他现在只是在给大家展示啊，当时在三国战场上冲杀敌阵，取对方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的场景。哎呦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关羽在此，尔等。哎呦！此地名叫麦城。呀！他选择了一个非常意外的方式去闯这一关。哎，没想到啊，今天对他来讲真的是大刀关羽败走了麦城啊！过5关，斩6将。我觉得如果能够坚持有胡子，我肯定会拿大饼枪。关羽想要他的胡子，没有他的胡子不是关羽，对吧？还是很想念我的胡子了，他在哪？